人心如玻璃，透亮时能映照真诚，破碎后却再难复原。感情一旦破裂，无论如何补救，都无法找回最初的完整。就像掉落的牙齿，即便重新镶嵌，也失去了原有的触感与真实。信任是一种微妙的纽带，一旦断裂，再多的弥补也无法填补曾经的裂缝。彼此的心若无法同步，再多的话语也只是徒增无奈，难以再度牵动彼此的情感。信任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情感，一旦给予，就希望对方能够珍惜。若诚挚的信赖被谎言践踏，那么伤害将难以愈合。对值得相信的人，应该始终保持真诚，因为他们愿意毫无保留地信赖你。而对于曾经欺骗过自己的人，应该保持距离，因为信任一旦崩塌，再多的弥补也只是徒劳，换来的或许是更深的伤害。谎言像是一把锋利的刀，划开信任的绳索，使得曾经紧密相连的心逐渐疏远。无论如何修补，那道裂痕始终存在，成为提醒彼此的标记。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经不起反复的考验，一旦失去了信赖，再多的沟通也变得苍白无力。真心对待别人是维系关系的关键，因为时间能够见证诚恳，却无法让谎言变得可信。心若被欺骗，便会筑起厚重的防备，再难轻易对谁敞开。人性的脆弱就在于一旦受伤，便会变得多疑与警惕。那些曾经毫无保留信任过的人，当发现真相被扭曲，内心的失落难以言语。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，信任都是支撑一切的基石。失去了这个基础，无论关系曾经多么坚固，最终都可能轰然崩塌。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说出的谎言即便被揭穿，也无法消除已经造成的伤害。一次欺骗可能让人警惕，多次欺骗则让人彻底死心。当对方的信任消失，即便再三解释，内心的隔阂依然难以消散。这是人性最现实的一面，也是人际关系中最难挽回的遗憾。许多时候，人们总是轻易地将谎言当作权宜之计，却未曾想过谎言带来的后果。一次轻率的欺瞒，也许会让关系出现裂痕；一次恶意的欺骗，甚至可能让情感彻底破碎。与其在事后懊悔，不如在当下保持真诚，因为真正珍惜你的人，愿意用心去相信你，而你的选择决定了这份信任能否长久。对诚实的人，应当给予相同的尊重，因为真诚是人际交往中最可贵的品质。坦诚待人，才能换来长久的关系。而对于曾经欺骗过自己的人，则应保持理智，不要轻易再次落入相同的陷阱。因为给予了一次机会，不代表对方就会珍惜，或许只会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。真正的信任是建立在相互的坦诚之上，而不是一次次的原谅与失望。信任的力量无法用语言衡量，它是一种无形的契约，一旦签订，就期待彼此能够珍惜。当它遭到破坏，关系就像玻璃般碎裂，再难恢复原来的纯粹。人心一伤，感情脆弱，信任一旦崩溃，再多的弥补也无法挽回当初的纯真。这就是人性，这也是现实。真诚待人是对关系最好的维护。欺骗虽然能够短暂蒙蔽对方，但终究无法长久维持。一旦谎言被揭开，所有的信任都将烟消云散。当我们选择对某人撒谎时，也许就在那一刻，亲手摧毁了彼此的关系。反之，当我们选择真诚相待，便可能收获一段值得珍惜的情谊。信任如同一张薄纸，经不起反复揉捏。诚信是一种习惯，也是一种选择。珍惜信赖你的人，不要用欺骗去伤害一颗纯粹的心。对于已经欺骗你的人，也不要轻易相信他们的承诺，因为谎言一旦开了头，就可能无休无止。人心若变，再多的挽留也无法回到最初的状态。诚信是一种无形的财富，守住了它，才能拥有真正稳固的关系。一旦选择欺骗，便如亲手将信任撕碎，再怎么修补，都难回最初的模样。真正的关系，不是建立在甜言蜜语之上，而是奠基于彼此的坦诚与理解。守护这份珍贵，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拥有值得信赖的同行者。